日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4年4月初3。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14节到24节。雅歌书第3章第1节到11节，马可福音16章第1节到第8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心所挂念。伫旧约的雅歌书是圣经中间上解安尼深入咧讲到男女中间的情爱关系，这个相处情形的描写，但是这个记载却是在形容上帝甲人的关系，毋是所谓迄种的言情小说的残局安尼尔定。事实上看起来虽然真轻松的说爱，但是却是非常严肃的问题。伫交往的热恋的男女中间，必然也面的顶悬时常会显露出幸福美满的面容。迄个时阵敢若家己毋知影尔，但是全世界拢看会出来啦因为伫因的面上有满满的幸福的光彩。雅歌书第3章第1节到11节的经文呢，安尼写着：我眠时倒伫眠床，我要找我心爱的。我找伊，找无，我起来，伫城内四界行，伫街头巷尾找我心爱的。我找伊，毋过找无。城内巡逻的人拄着我，我问因：恁有看到我心所爱的无？我离开因无偌远，就等着我心爱，我就甲伊天条的，毋互伊离开。到底我带伊入去阮老母的厝，就是欢迎我迄间房间。耶路撒冷的查某囡仔，我智能样仔甲产业的老母，恳切甲恁吩咐，通惊醒，毋通扰乱阮的爱情，到阮欢喜满足。迄个对旷野来形状亲像火粉一条，用木叶、乳香甲生理人伫卖贵的香粉，互伊发出香味的是啥人？你看，是所罗门会叫四围有60个勇士，拢是对以色列勇士中间所敬的。因拢熬用剑，熬烧箭，逐个摇下刀，防避迷时的危险。所罗门王用黎巴嫩的茶，为了家己做一顶桥。挑用银做，挂用金做，座位用紫色的材料，内面用耶路撒冷的查某囡仔的爱情所受铺的。涉案的查某囡仔就出去看所罗门王，伊见王冠伊的老母伫伊结婚快乐的日。甲伊伫的，咱是毋是将上帝放伫心肝顶？是毋是伫意咱的主耶稣基督？回想看觅啊，咱是毋是时常经常逐工会去想着上帝？如果咱甲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就亲像伫热恋中间的情人一般呢？
其实是咱亲像迄种足无所谓的美调的心态。当耶稣基督受审判的迄暝，门徒选择了美起来，一直到圣神降临这了后，甚至当耶稣基督惊苦路被钉伫十字架的时阵，圣经的记载，除了耶稣基督最爱门徒约翰以外，好咱亲像无看到任何一位出现伫经文的中间。但是约翰迄个时阵，却是陪伫耶稣基督的老母，毋是用门徒军队者的身份来出现。耶稣基督受埋葬了后，较无人想到伊，只有剩迄三位的妇女，因伫安息日了的进前呢，就对阿里马太的约瑟以及尼哥底母来到地方。回去了后，因就准备着乳香木药，要伫安息日的时阵，来为着耶稣的身死来告我。7日的头一日，当所有的人还搁伫困眠的中间的时阵，这阵妇人人就已经到伫坟墓去看耶稣基督。马可福音16章第1节到第8节的记载，耶稣的告我。安息日过啊，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老母玛利亚，以及撒罗米买香料，要去抹耶稣的遗体。礼拜日透早，日头拄啊出的时阵，因就去墓地。因互相讲，什么人要替咱将墓口的迄个石来割开？迄个石非常大地，因一个夜头看到迄个石已经割开。因入去伫墓内，看到一个穿白衫的少年人坐伫正边，非常着惊。迄个少年人对因讲：免惊。原在恁得找，互人钉伫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伊已经告我无伫遮，来看藏伊身的所在。恁去甲伊的门徒甲彼得讲，伊比恁先去加利利，伫遐恁会见着伊，拄照伊甲恁讲的。因惊甲皮皮喘，毋知要安怎，就对某年出来。直早，因拢无对人讲什么，因为因真惊。咱知，因为因心挂念着耶稣基督，虽然伊已经被埋葬啊，但是因心内伫意，因此因会通得到第一手耶稣基督告我的信息。并且成做上早告我基督的见证者，这是偌尼啊有福气的。咱的心中挂念的是啥？这会影响咱的信仰生活。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14节到24节。为着胜利，感谢上主。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续到永远。愿以色列人讲，伊的慈爱续到永远。14节，上主是我的快乐，我要唱歌称赞。伊甲我解救，伫上主主面的布片内有凯旋的欢呼。上主的正手显出大权能。上主的正手抓悬悬，上主的正手显出大权能。我袂直到死，会活落去，通讲起上主的作为。上帝严严管教我，总是无互我直到死，甲我开公义的门，互我通入去感谢上主。
这个门是上主的门，只有正直的人会当入去。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得到解救。起厝师傅气杀的石，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奇迹。这是上主的作为，咱看起来感觉真奇妙。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咱着欢喜，着庆祝。求主帮助阮保持起初的疼心，互阮无因为生活的压力、困难的威胁来失去热情。互阮保持对生活的热情，保持对上帝的热情，对读经祈祷的热情，学乐敬拜的热情。感谢主的恩典，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